分享转到现场哦，今本日啦就喺沈上先生吼，给带来吼第7届新嘅转型咯吼，一种转型吼，哇，大家等董久嘅呢，哇，有3年嘅吼，算越来越way差唔多。係啊，好，唔講吼，哇，大家知道也3年吼，等按久哦，只做按久嘅轉型吼，唐講槍喺3年還是4年就做出來哦。冇啦，其實那種轉型路，當然原本是寫歌詞寫的路本來哈，按過嘅，我記得我嘅寫曲嘅時間差唔多怕用，我1禮拜我都寫一條，按其實我作曲嘅部分，作曲嘅部分，按其實我作曲嘅話，跟以前寫曲嘅也跟冇相同。我大部分都寫成的時間小，喺冇都上洗手間小，喺冇都視察嘅。俺係有相當好嘅想法哈，我他有時都用15分鐘去寫。哦，就寫好，寫出來。我都跟自己講啊，他要是加工係15分鐘，我一定會寫出來。但寫唔出來，我都放棄了。我都再問下一年可能都不用下啦。我見到他創作嗰度係呢嗰種更加多嗰種緣分嘅感覺，係有嗰種講啊，那個想法係唔好啊，跳嚟再重做個夾。就唔會知道大送就錯嘅，送出嚟就真嘅。係啊，就冇緣分啊。係啊，冇緣分嘅時間都唔怕，都再用另外一個想法。唔講3年4年咩踢夾嘅吧？冇夾嘅因為我兩樂數一個係呢兩個日本人嘛，嗰度一個係呢台北，嗰時我哋也幾難得有機會4個人共下談嘅。我哋係呢第錄音前的5年，我哋4個人樣共下彩排。我哋彩排4年啦，4年過後都按過因為真實啲錄音嘅時間都錄4年啦，按過因為我哋一直都用野戰錄音嘛，所以都我哋呢年錄音時間開會給台灣嘅設定器材都3日班錄8條歌嘅，然後破壞自己嘅記錄，個夾係。唔過一動作吼，係有人錯唔錯啊，係係按呢？大家重來。就周清安呢，重新過來一遍。係，因為我哋係所有嘅樂器同時錄音嘅，唔過唔係家家就有做得用音樂做得按呢剪接啊嘛，係咪？係啊，但係因為我哋都因為我樂數都全部都有爵士樂修養，所以按呢彈奏嘅穩定性會好。其實我那種真係地方又好有5條歌嘅係呢一刀未剪啊，都是從第一個音都我哋冇剪過。就按呢，有一般就係大家彈到嘅按呢，就冇乜改變，冇乜改變係。哇！按過嘅有4條歌可能都剪一刀，可能都講中間那片大家唔係咁滿意按過嘅，但係我哋6萬多嘅版本，那個版本2個編輯嘅共下時間做得，剛好都就會剪一刀。嗰時因為我哋佢唔好做剪輯工作，佢擺剪嘅時間我哋即刻在彈奏國夾，國嘅，所以基本上都我哋都還是個希望都講啊，你現場都是這樣做得。唔過一聽說就係有一個同好嘅默契吼，就係默契嘅同好，爭做得按呢按順序按呢，一擺就按呢錄好嘅。係啊。唔過我知道一擺好清特別咧係。一擺唔係林沈雄嘅轉型，係沈雄樂吹呢。係啊，也係第一擺用也沈雄樂吹嘅名吼來出嚟也樣轉型吼。係啊，嗰所以也樂吹吼，做得落大家小幾下唔嘅成員冇。那都雲峰咩，下歌詞嘅總雲峰，嗰個我哋都持續合作吼，沈雄嗰度都打擊樂手吳正軍，嗰度吉他手大竹研，嗰度貝斯手係呢早川徹，那2個日本人。唔過呀，正軍吼打擊吼，係唔係喺日擺吼有特別有概念嘅喏？打擊樂部分。因為我從高中結束之後，有差唔多有10個年冇跟打擊樂手合作。但係我做乜佢禮拜會上去潛咯，因為有一年我去中國北京參加叫做草莓音樂節，結果都因為身邊有一個團啊，都以前嘛中國有名嘅歌手啊，伊都演咧因為都搖滾樂團啊，打鼓嘅，然後演咧音量開啊，他們太曬，過都我記下講啊，都講阿妹我哋記下要踢客氣嘅，我哋係講啊，喺度我下台嘅時間我都個傾啊，我都講啊嗬，我跟傾講傾。
然后回到台湾的时候，一天俺们请一个打击乐手来，讲了赌到那个情况哈，俺都给他反击回去啊那样。不是，回来都透过朋友都联络上郑钧，他以前呢最近做 percussion 都打击乐器。不过也係 T 牌留佢合作。转型 T 牌，那俺们 T 牌演出还呢都伫2011年呢，好像前一段时间的日本富士音乐季，當時就有。其實幾擺富士音樂季，我哋咩讓彩排過一擺都上演。哇！大家真勁動專業接觸嘅。係，全部專業嘅樂手，按專業樂手都做得到。唔講吼，也吼哇也3年吼，爭出嚟也種咧專輯吼愛種吼，做得落大家吼來了解下也貴重專輯嘅概念係乜嘢？元豐第一歌詞當過哈，T2、T3條路去寫農業還忙先推工業化之前，從T4條開始都寫，然後先下嘅農業嘅現況，從T種偽裝，嗰度都寫到嗰些課本，課本裡邊寫到東西，都跟我哋狀態完全冇關係嘅東西，未了解我哋嘅土地啊那樣，嗰度讀書，印讀英國，印讀英語。ทุกอย่างก็รู้ดีลูกค้าอยู่เยอะๆทุกอินทุกนั้น其實總體揾อินเซลอินทุกแกก็其實大家มีน้อง嘅สัญญา上下嗰度嘅สัญญาอินทุกกินก็一下嗰度嘅สัญญา嘛㗎係啊研究嘛係อินทุกอินเซล啊嗰度接下來都寫到像草啦嗰度草路喺度寫除草機嘛現代嘅除草機跟農業有關嘅嗰類像顯影油種啊，都講嗰種有智能不足嘅啦，就有時把你講阿達嘅吼，腦性嘅人吼，都佇總體上生發啦，但係咧都沙期強卡落，強卡俗家佇沙期啊，都一個那個都農村嘅社會福利嘛，差唔多7-11開一啲已經開一啲上下嘢，談先機，談炊煙，談阿妹。還有談上市嘅觀念嗰啲啊，像大家一下有談到嘅吼，一下背後人哋談到嘅襯樂吼，其實就會讀書咩？係啊，嗱，之後一動貼片咧，我清好就會挨種課本然後讀書，一上書，行忙鬼片咧有冇？清單純咧就會總條嘅風格嘅時間，我知道也係課本吼，那個係你課本，那種課本，我知道我談到嘅時間，哇，就有得考唔到，講嘛㗎，考唔到，哇，你講到暗號嘅考唔到，係大家也會呈現咧，係講唔讀書，唔係課本底度，唔見讀，唔過也唔講出來，也就會東西啊嗬，係唔考唔到，冇看到係冇？如講啊，那地邊嗰次地邊如講啊，譬如講阿公阿媽種牛啦、屬豬嘅啦，阿妹做西啦，對位，全部其實啲課本我看唔到，我哋都看唔到啦，就課本那個內容啦。啊，其實按照嗰長久嘅時間啊，其實我看嗰度鋼鐵人面目係咧啲沙非常係模糊，然後鋼鐵人係咧冇意見咧，點解你那個？馬家就做得。嗰種安尼一個真正下來都講啊，都反正鋼鐵人都順著嚟行安尼，嗰種安尼啊，其實講啊係咧那個東西，呀，安個話，譬如講啊，安尼上下嘅像譬如講啊，馬家語稱八個數嘅童年地位啦，就發通也唔會變成課本地位嘅東西，可能就經啲發生啲嘅想法。就我哋上下路真係有安尼想法啦，啊，問題路嗰度課本地位帶來嘅訊息，家係咧嗰種都市中帶來嘅訊息，嗰種唔係農村嘅訊息。可能係你阿爸啲嘅田方吼，啲嘅種牛哦吼，唔講唔就啲嘅順豐看唔嘅課本，行係看唔到啲嘅阿爸啲嘅種牛咧，係啊，恰恰就定。啲到也課本方教嘅東西，安尼同狹隘嘅東西安尼。安個其實要教嗰度都講啊，佢下邊都本嗰度批評嘅都講啊嗬，當時嘅都當然啲都禁止人講人哋母語咩，佢佢啦初審啦嚇，或者那客家話安泰嘅危機嚇，唔單止啦客家話、河洛話嘛係啊，嗰度係。安個問我對自家土地唔了解，對自家出生嘅地方唔了解，冇嘅地方嘅一種教育，全部人都教你咧係你講啊，大山大河，太快嘅東西，但係唔對自家嘅土地完全冇關係。其實我初生安尼狀況吼，其實係大家就有一因嘅啦，係整體嘅啦，整體嘅啦吼。唔過也貴重吼，也喺全級地度吼，先生你知道唔清冇清好啦吼，也喺周清就係自家。baby 咩？吼，自家細年嘅，你知道唔清有鋼通嘅，清有鋼書嘅，哪技術咯？
其实每一条歌的吼，如因为俺哋冇主打歌的嘛个想法，俺哋如想讲啊，规个概念而执行，而个准确，安尼啦。迄阵讲啊，比我感觉到我做得讲啊，如讲啊，那条歌嘅叫冇想到6个暗号，像比如讲啊7-11，嗰条歌嘅我都我記得錄之前係冇按太新鮮，結果錄出來之後啊，因為係剛剛都比我想象嘅好加佢多。啊，還有那條那個讀書嘛，係讀書，我之前錄嘅時間剛剛都冇剛剛都信息講啊，那條真是做到幾好。因為那個嘛有一個故事啦，因為係剛剛都錄少嘅嘛個東西。讀書就係一下糖豆嘅元素。好多移民嚟錄音是安尼德國人啊，安尼德國人可能係講啊，因為伊會彈鋼琴，會拉手風琴，加口風琴，嘛都唱個 Wolfgang，啲嘅德國嘅安尼錄音室嘅時間吼，綁手風琴係冇錄口風琴，剛係錄嘅可能我錄嘛嘅，加呢批係，按結果後來加出嚟後安尼都效果係好嘅，按個嘅都覺得你嘛個喜歡那條讀書。好啊，雖然根本你現場冇口風琴嘅呀，不過大家都得彈一下，欣賞來唱一下也讀書，好冇？好啊，讀書嘅，因為都像我一個人 solo 嘅時間，其實跟唱片嘅版本都冇相同，係，因為係咧，可能冇共用嘅現場嘅 live 版本。OK，係啊。銀燭銀燒，銀燭銀燒，銀燭銀燒，小歌雙足人嘅拍學嘅，小歌起不了嘅伴叫飛。好彈哇！
哇，刚好有糖豆诶吼，就会欣赏吼第夜拜准时地度诶脱薯。哇，东好糖呢。谢谢。哇，系啊，呀，永丰欣赏佢写诶词又好，又批得人呢。哇，歌曲真劲，唔知大家吼糖豆吼，係唔係清有感覺吼？唔過夜拜吼新嘅準時地度有救贖哦，吼有救贖新嘅歌曲個，還有其他東好糖、東神奇嘅歌曲個，也係大家先來學看一下，等下張小嘅舞台搞。